白色恐怖受难者张泽洲、周显龙这两个人，因到单也已经8、9、10岁啊。最近国家人权博物馆也甲因邀请，希望讲因过伫咧家家所抄写的歌本、所写的歌，甲伊唱出来，希望用歌声来提起正人人生无常，就爱感恩惜福，勇敢活出生命光彩。今年87岁的周显龙坐伫咧椅仔顶，伫咧钢琴和芭蕾的演奏之下，唱出迄段兴奇教，刷伫咧小琉球，互人继续关所写的歌。1950年，周显龙读高中2年，迄年伊才17岁，因为参加主张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青年大动员，却互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，判7年有期徒。1957年，周显龙真无简单，等到刑期满，说互政府以思想要未感化为理由，却互送去小琉球强制劳动，佮加关1年160天。我是高囝，成绩阁袂歹，伊期待我做医生啦。我叫我掠去，当逐日嘛咧想老爸老母想厝的，上界艰苦是去小琉球上界艰苦。你不听话无听话哦，随甲你拍，逐日6届去爱去海边去拍石头，小琉球上界艰苦就是迄个所在。和周显龙遭遇同款运命，伫服刑期满，去互送去小琉球延长奋斗的，阁有一位今年91岁的张泽洲。你说我多我不多，你说我悲我真悲。1950年，张泽洲因为牵涉中共中央社会部暂台间谍肖明华的这一案，去互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10年。1960年刑期到，煞袂当出狱，计共关11年4个月。经过久长受迫害的黑暗路，张泽洲有一寡月想要鼓励逝世。生命有限，人生无常，我们要感恩关注。珍爱生命，那我们要掌握命运，早日自觉。为着让迄寡遭遇国家暴力和侵害的人，会当转化过去迄段身躯和精神上所受的折磨，国家人权博物馆第2年邀请前辈用音乐自我疗伤，也鼓励后辈，因也望会使展现家己积极正向、有主体性的一面。其实政治受难者伫迄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因参与过足侪无共款的代志哈。迄个过程当中，咱会让这个历史的丰富性甲多元性也在被呈现。现场也有侪前辈和因的逝世，像蔡宽珠、蔡坤林、欧阳辉美、那文玉，也行卡到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纪念园区，同齐回忆过去。因也望少年辈若遭遇困苦，会当用正向的心，勇敢活出生命的光彩。记者阿敏晶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